台南市新营中正路段有商业区加文中心，还有公园步道，长辈会伫遮做运动。上下班车流量大，因此交通局伫三民路口、利川北街口顶3个路口设置行人以及高龄者优先示范区，增加偏心式倒弯车道以外，行人号志放大1.5倍。过路的秒数嘛增加。长者的话，走路步行本来就是比较慢，所以现在他那个时速如果延长了，那长者就不用那么匆忙。我们这边从文化中心这边要过去的话，秒数是20几秒；那从那个绿川那边要过来的话，秒数是36秒。那我们是觉得纳闷，就是说为什么这边过去跟那边要过来，为什么秒数会不一样？有民众反映路口等红车顶的秒数乃无同。交通局回应是照长辈行路的速度，看各路口的地形落去做的，未少人认为安尼过路会较安心。不过，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会认为，还阁有调整的空间。车道伤快，也是会当加人行道的宽度。做停车弯的同时大人也是因在下面顶会当有一个空间，会当落车含上车。咱只要去看的时阵，其实迄个路段是较暗。会当其他，比如讲有啥物照明的设施，会当互迄个较较看到迄个行路安尼。针对用路人伊的需求来设定的啦吼。若讲无颜色，也是讲针对需求无较符合的部分吼，阮会来做检讨，爱搁做调整安尼。这个示范区是伫咧2月底完成的。交通局表示，会搁观察各路口的状况。开会讨论做调整跟改善。台南市民所发采访报道。